2项任务都要先去京城，你们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去京城啊？太好了！从小到大我就知道京城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，带我去吧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平时不学无术，吊儿郎当的，武功暗器、奇门八卦、18般武艺，样样稀松，所以你继续留下来，跟你的师弟师妹们继续学习练功。这不公平！哎呀，爹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在谷里闷得快要烦死了。我跟猪哥哥、雪姐姐一起完成任务，行不行啊？是啊，大师傅，您就让易欢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是啊，让易欢一起去吧。大师傅，就让小师妹跟我一起走吧。爹，太子，你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，那么易欢是留在谷中，还是跟你们出去一同执行任务，都由你来决定。猪哥哥，从小到大你最疼我，是不是？你肯定会同意我去的，是不是？啊？欢妹，此番我们出谷要执行的2项任务，都事关重大。我要对全局负责，更要对你的安危负责。所以啊，你就乖乖留在谷中，继续游山玩水，逍遥快活吧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好吃的。爹及诸位师傅在上，易欢历来胸无大志，唯愿吃遍天下美食，穿遍天下美衣，还有找齐珍贵药材，配出冰肌血肤养颜膏，治好倩影姐姐的脸。还望诸位师长原谅易欢违禁出谷，待实现3大愿望之后，易欢再回谷，负荆请罪。常常夸耀这个机关有多难多难，还不是被我2、3下就搞定了？李易欢，你真是个天才！